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降低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严重并发症，今年流感疫苗的注射扩大对象新增加到50岁以上的成年人等等拢有资格。副市长甘顺泽上午出席卫生局记者会中，就特别呼吁符合资格的市民会当利用时间去拍疫苗，好处真多。为是单位提供老人甲儿童加一定对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公费疫苗注射部分对10月1号开始，包括卫生所等各公立的医疗院所拢提供服务。根据卫生局人员表示，今年虽然扩大到50岁以上的成年人拢会当施打，不过第一波来注射的民众甲往年差不多，并无明显排队。对此，副市长甘顺泽嘛提醒符合资格民众爱利用时间来施打疫苗。那流行感冒疫苗开始咧做啊吼，即马放盘标准就是50岁以上拢会使做，我即摆会使做啊，有我袂使做50岁以上啦吼。啊个6个月以后甲6个月以后，甲即个读册进前的囡仔，到高中3年级的囡仔，3年级的囡仔，18岁以上的囡仔就对啦吼。啊，搁咱即个有心的查某人，啊，搁生产过6个月内底妇女啦，啊，搁有即个重大慢性疾病，比如讲你伤大肚 ，BMI 超过30以上，吼，拢会使做。咱今年是希望讲过去13%，今年扩展到26%。啊，注愈侪吼，保护愈悬啦，吼啊，所以大家踊跃来注射。卫生局表示，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注射日期对10月1号开始到疫苗用完为止，而且注射进前每一个医疗院所拢会经过医生评估，敢有感冒等无适合的镜头才会当，请民众要特别注意。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市府对18年开始，甲齿科医师工会合作，提供65岁以上的市民免费装假喙齿以后，就是希望老大年人有缘会当保持正常的饮食，备受好评。今年卫生局伫咧庆祝99中庸节的时阵，竟首次规划洗喙齿比赛，希望伫咧趣味当中由专业的医师来提醒大家正确洗喙齿的方法。来自台南市各护理之家甲长期照护机构老大人，上午组织伫1公里活动中心，由台南市齿科医师工会专业医师依照因洗喙齿的姿势、角度甲清气状况来进行评审。当然，比赛是基础，重点嘛是希望伫趣味的卫生教育当中，互因注意喙齿的清洁甲健康。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老人家刷牙，我们还是希望建议用贝氏刷牙法。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牙刷的刷毛要尽量用软毛的牙刷，然后尽量之后饭后都要做一个洁牙的动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当然，牙膏是个辅佐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牙膏，我们也是建议。那因为有些老人家他本身是只有活动假牙，那活动假牙的清洁我们不建议用牙膏，我们反而是建议洗碗巾的部分。会中副市长甘顺泽伫卫生局长陪同嘛，前来关心老大人的喙齿健康，特别伫长期照护机构的时代，通常拢会因为喙齿的问题，容易造成感冒或者是肺炎。那日本在30年前推动80-20，就是80岁的老人有20岁的真牙齿，推动完之后，日本的平均寿命不断的往上攀升。那今天卫生局在这个地方举办这个洁牙活动，也感谢我们牙医师工会的全力配合。最主要是教老人，教一些弱势的，要怎么样去清洁自己的牙齿，让他自己能够做保健的工作。所以这个推动整个一个市民的健康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肯定，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这一点。配合99中这市府卫生局对来关心长辈喙齿健康，嘛配合邮政的筛检，进行各种心理健康的咨询选择，场面相当热烈。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美食节对6档前举办以来，每一档拢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来捧场。
今年无论是依照古法的小食，或者是创新料理，拢凸显总铺师对美食的坚持甲用心。市长罗清德也特别出席记者会，替美食节代言。台南美食节已经成为台南饼观光行销代表性活动。今年市府除了邀请5000间饭店甲在地知名办桌的总铺师，以料理教学甲特色特产的形式，搭配王浩一老师等主请讲材解说，为了了解台南美食以外，嘛要带领大家走入美食上界源头的美、大油等等的基本元素，来一段文化之旅。毛今年号名功夫的台南美食节更高看头。但是我认为，台南市的美食相较于其他城市，其实我们又多了一样，别的城市所没有的，就是文化啊，就是文化。就在台南吃美食，可以吃到滋味以外，也可以吃到文化。所以你感觉到就是说，台南的美食真的是不简单。我相信啊。就国际媒体之所以将台南市评比为美食博物馆，文化应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大家可以想到功夫来做主题，今年台南美食节的主题。这功夫当然我们一想到应该就是武术了，可能直接就会想到武术。其实它也是代表技术啊，料理做菜需要技术。但是呢，它代表另外，它这个功夫也代表礼貌周到。人来就好啊，那会功夫。今年台南美食节对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2月1号，不管是依照传统古法，或者是创新料理的手法，拢是总铺师用心甲坚持，要来持守台南美食之都这个全台独一无二的扛棒。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这个国小的高老师拉拉，不但愈来愈适应校园生活，而且校方阁帮拉拉老师将伊来到学校生活以后的点点滴滴写成故事出册。不但全校的师生拢有一本，而且上午阁举办签册会，场面热烈。伫咧德国国小上界受欢迎的狗仔老师拉拉，伊上界重要的工课就是陪伴学生，并听因的心内话。互学生疏解压力，平常时上爱耍弹球游戏的拉拉，总是陪伴学生度过欢乐的时光。个性温顺的伊，也总是乖乖伫咧老师甲学生的身边。校方希望借由友善的拉拉老师，互学生更加了解动物的个性以及应该爱注意的事项，也是互学生上了一课重要的生命教育。好，我们是这一次的拉拉老师的签书会呢，是把我们拉拉老师在这里德高国小的发生的一切事情，透过我们老师的一切的努力呢，把它形之于文字，把它绘本化，让我们的小朋友对于拉拉老师能够进一步了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阅读。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签书会呢，也让我们全校的小朋友跟老师呢，也是拉拉老师的粉丝。那也结合阅读，让我们的拉拉老师随时都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学习跟成长。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印制了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本拉拉老师的绘本，也让这个绘本呢也送给我们的小朋友，让他能够随时来跟拉拉老师来做更进一步的认识呢。那我们也把拉拉老师这样一个流浪动物的一个生命的精彩，然后跟我们的小朋友来做一个互动跟影响。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进一步的珍惜生命、爱护生命，这是我们拉拉老师在整个生命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拉拉老师古锥模样，不只是学生喜爱，就连老师也真受吸引。这届德国国小帮拉拉老师出的绘本书，全校的老师、学生拢会有一本会当留做纪念。拉拉老师也印象刻印，希望带给大家一份值得回忆的美好纪念品。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
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新市区农会主办的磨豆产业文化节活动，今年阁要开始了。因为疫情受到风灾影响，农产品严重受损。伫咧即届的活动记者会当中，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过去的磨豆公主甲王子得奖人回来助手宣传，一方面帮助农民，另外也为即届的风灾祈福。本线举办7档，今年迈入第8届的新市区农会磨豆产业文化节活动，顺我伫农会礼堂举办活动记者会，包括农粮署、台南分署、市区农业局以及农改场、市农会、农教场参加。因为今年拄好受到风灾影响，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过去磨豆公主甲王子回来助手，一方面帮助农民宣传磨豆产品，另外也为这次消灾祈福。今年的毛豆节就请我们的历届的公主跟王子呢，回到我们新市来。那么其中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年呢遭遇了霜害、风灾、水灾，所以对于农产品呢相当的一个不利，造成了说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想说，借由这个毛豆公主跟王子回来以后，我们共同来祈福。为新市的农业呢，为台湾的农业来做一个祈福，祈能够国泰民安，能够五谷丰收。那第2个呢，就是说，自从他们当选了王子公主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毛豆的代言人。那么在这几年行销的一个经验，也回来大家做一个研究。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行销方面能够再一次的突破。大家共同研究的一个行销的这个方法呢，能够有所突破。新市区农会选择磨豆作为该区优质农特产品，不但每一档外销日本，并打响日本最高品质磨豆产区以外，每一档农会佮开创新的磨豆商品。为第1档计划磨豆面创下80万营业额，8档来产值成长20多倍。现在一档磨豆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1800万，而且产品佮搭档得到农协会8大精品。今年磨豆节系列活动将于10月下旬陆续登场，除了有王子甲公主选拔，另外还有产业写生、农村体验等等，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迈入第6档的台南10大创意商品精选活动，对举办到今已经累积了624件的作品参赛，而且种类甲形式是愈来愈多元化，显示台南的文创已经受到注目。这届25件得奖的作品，伫咧台南创意中心由副市长甘顺泽亲自颁奖，伊也勉励文创业者爱持续打拼，让台南成为更加有特色的文化首都。台南10大创意商品的竞选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这次总共有123件参赛，甲第1档62件比较之下是倍数增加，显示这个比赛已经吸引愈来愈多人参加。而这届25件得奖的作品，包括首奖3名、优选7名、佳作15名，上午伫台南创意中心进行颁奖。不过，让人意外是，今年金奖的部分竟然是重缺。6年来第一次，我们的首奖是重缺。那我想，这个是评审老师大家对于每一届参赛的作品，大家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某一种程度的一个期待。其实作品的设计，它的质感，其实是每一届都是往上提升的。但是大家对于那个金奖的这一个作品，
其实大家有更高的期待。所以今年我想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讨论了非常长的时间。文化局长表示，年来得奖的商品平均有32%的业绩成长，代表该比赛对着商品有加分的作用。因此，下来文化局将协助业者增加实体通路，拓展去年的展售平台，并且为产品创造故事性来吸引消费者。大家的东西其实设计感或是艺术性绝对都非常的高，但是往往少了一点故事性的加持，所以我们未来也会针对得奖的作品，怎么样子去帮得奖的作品去做一些故事性的置入，让这个商品不只有美感，那它也有它的故事性。担任颁奖人的副市长颜顺泽也期待借着美学甲产业的结合，会当提升城市的发展，让台南成为更加有特色的文化首都。台湾新闻正山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让老大理人伫咧中央节来到的时阵，嘛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东东餐饮集团旗下的府城艺术转角特别举办公益餐会。招待华山基金会长者做伙享用草药啊火锅，健康又个用心。这道菌菇五谷长寿粥是餐厅师傅运用五行的概念，将各种食材的健康食材加伫梅当中，来甲华山基金会的长者分享。而这是东东餐饮每一档中央节的时阵，拢会举办的公益餐会，希望让长辈食了营养个安心。9月9号重阳节已经快到了，那东东呢，每一年一定会记得在这个重阳节到的时候来做一个属于老人的公益活动。那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在今天呢邀请了华山基金会30位长者来这边，用我们养生的蔬食。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艺术转角它是一个吃健康的、吃健康的餐厅，所以呢，咱这个特别用，大家有看到这个餐桌上的五行大家都知道说红色护心啊，绿色护脑啊还有这个白色可以抗氧化每一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蔬菜其实它对人体都是有功用，所以特别呢，今天也因为他们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做了这个养生粥来请他们享用。因为就是适逢那个9/9重阳节，那华山基金会其实很高兴今天受到东东餐饮的邀请，来到南区的府城艺术转角这个餐厅用餐。那今天的话，我们也邀请了大概总共义工，包含义工长辈的话，总共有30位。那我们就是很感谢今天东东餐饮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华山基金会服务的长辈大多都是3失，可能是失能、失智或者是失医。那长辈过年过节的时候，大部分都在家里面，没有感受到就是过节的温暖。那今天也很感谢，就是提供北来给我们好天气，今天就是出台大太阳，然后带长辈一起来用餐。为10月3号开始到10月7号连续5天，该餐厅每天提供20份，总共100份的中庸乐活特产组合，来分享给华山基金会的阿公阿嬷享用。同时，20月份的期间，也配合推出更多的优惠活动，欢迎民众带着厝内的长辈做伙来享受美食。台湾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维他命 D 上钙主要功能就是增加小肠对钙质的吸收，若是严重不足，可能会演变成为软骨病，造成骨头软去或者是变形。生态病院新生儿科医师指出，因为母乳当中的维他命 D 含量本地就无济，所以敢若食母乳的婴幼儿，真容易会欠缺维他命 D， 所以建议会当食维他命 D 来做补充。近年来研究发现，维他命 D 会当增强身体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机会，也减少过敏性疾病，亲像肺骨、甲过敏性鼻炎、自体免疫疾病、红斑性狼疮等等的发生。一旦人体维他命 D 不足，上明显的就是影响小肠对钙质的吸收，引起骨头方面的疾病。
就是维他命 D， 它在我们身体的功能主要就是促进小肠就是吸收钙质，所以你要是今天维他命 D 缺乏的话，你小肠吸收到的钙就是会比较不够，所以常常表现是像是血中缺钙。那缺钙到一定的程度，它的表现可能是肌肉无力或甚至到抽筋的状况。那因为我们也知道钙跟磷，尤其是钙是组成就是骨质的重要的结构，所以如果你今天缺乏维他命 D 导致你缺钙的话，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骨质比较软化，那更严重的状况可能就是会骨折这样子。容易欠缺维他命 D 的族群，包括有使用防晒乳、常常伫室内活动、空气污染严重、高纬度的地区，甚至皮肤较黑，以及单纯吃无啉的婴幼儿，拢是较欠缺的对象。现在比较缺乏 D 的人，大概就是你肤色比较深的人，像是黑人这样子。那像我们这种肤色黄色的，没有那么白的，也会因为你那个日光照射到你紫外线要作用在皮肤上，就是变成 D 的作用会没有像白人那么好，所以肤色越深的人越容易缺乏。那其他可能的因素包括你的生活习惯，类似说你在室内活动或室内上班为主的，或者说你住的地方是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或者说像是比如说你是。你常常就要擦防晒啊，然后穿防晒顾得密不通风的人，这些人，或者说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今天讲到就是纯喂母乳的小朋友，因为这些纯喂母乳的小朋友，如果妈妈也缺乏，那母乳本身钙也不够，维他命 D 也不够，那这些小朋友只喝母奶，他就有可能会缺乏。医师建议，平常时除了适量的白日头以外，可以当食含有维他命 D 的鱼啊、卵磷来改善。而针对食无啉的婴幼儿，这是会当食维生素 D 来补充。台新闻站商何乔邦采访报道。有一款号做听神经瘤的病症，虽然是良性的，不过若无量早控制，严重的时阵可能会影响听声音的功能。而且根据基美病院的统计，这项病症在接受电脑刀治疗以后，有90%的患者拢控制了真好。所以医师呼吁民众要注意早期的镜头，量早接受治疗。根据基美病院外科部主任表示，听神经瘤这款良性的肿瘤，初期的头型听力下降，不过病人通常会疏忽，认为是小毛病，一直到镜头严重才来看医生，已经延误病情。基本上就像它的症状一样，如果这个肿瘤刚开始的症状，当然耳鸣，然后听力受损，慢慢的听力变差。但严重一点，当它压迫到脑干或是压迫到小脑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病人的步态上不稳，小脑的一些症状，甚至肢体活动的一些问题出现。同时嘛，因为听神经瘤以开刀治疗，通常拢会破坏听力，甚至出现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美病院7年前开始以电脑刀来治疗以后，目前已经有133位病人接受治疗，90%拢得到真好控制。基本上，因为外科手术术后可能其实最常遇到是一个颜面神经麻痹的一个问题，及听力的一个受损的问题。所以电脑刀的优势在第一个，它治疗上风险相对的降低蛮多的；第二个，会造成颜面神经麻痹或是听力有1半以上的病人听力可以获得保存，这是它最大的优势。病院表示，目前健保对着患着3公分以下肿瘤的病人，拢会当事先接受电脑刀的治疗。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济云，温度26度至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0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